今日我會介紹同埋同大家一齊做一個肌肉放鬆嘅練習，而呢個練習亦都會使用到我哋嘅減壓球。以下呢個練習主要係希望俾大家感受到肌肉收緊同埋放鬆嘅分別。咁我而家介紹下呢個動作先。首先，我哋會手握住減壓球，之後我哋會將個拳頭收緊，想像要碾碎個減壓球咁樣。我哋會拎住10秒，1、2、3、4、5、6、7、8、9、10。大家要堅持住10秒，想像要碾碎個減壓球，之後慢慢放鬆。千祈唔好咁快打開個手掌，而且放鬆嘅手指應該係曲曲地嘅。輕輕咁承托住個減壓球，而放鬆嘅時間應該係收緊肌肉嘅3倍，即係話收緊10秒嘅話，放鬆嘅時間就應該係30秒啦。相信大家都了解我哋呢個肌肉放鬆練習大概係點做㗎啦。以下落嚟，大家可以跟住呢個片段同埋聲音，我哋可以一齊做5次。以下落嚟，我哋會做一個肌肉放鬆練習。首先，我哋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好，雙腳着地，雙手擺喺大腿上面，挨住椅背，留意下自己嘅呼吸，保持平穩，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之後我哋慢慢開始。首先，雙手握實我哋嘅減壓球，想像要碾碎佢咁樣，有咁大力，碾咁大力，堅持10秒鐘。1、2、3、4、5、6、7、8、9、10。之後慢慢咁樣放鬆個拳頭。提大家，放鬆嘅手指係曲曲地嘅。我哋輕輕咁樣托住個減壓球，而家可以感受一下放鬆咗嘅肌肉係點樣嘅。1、2、3、4、5、6、7、8、9、10。可能我哋會覺得有少少痹地、痛痛地嘅感覺。15、16、17、18、19、20，俾自己感受下放鬆咗嘅肌肉應該係點嘅呢？25、26、27、28、29、30。咁我哋準備再嚟一次啦，準備收緊個拳頭，雙手握實我哋嘅減壓球，又係想像要碾碎佢咁樣，有咁大力，得咁大力。我哋堅持10秒，1、2、3。我哋今次可以留意一下收緊嘅肌肉係點樣嘅呢？會唔會有少少痛、少少痹呢？7、8、9、10。之後慢慢咁樣放鬆個拳頭，記得要慢慢放鬆拳頭，慢慢咁放鬆手指，係微微地、曲曲地嘅。咁我哋而家放鬆30秒，1、2、3、4、5、6、7、8、9、10。感受一下放鬆嘅肌肉係點嘅呢？13、14、15、16、17、18、19、20、21、22。記得要保持平穩嘅呼吸，一呼一吸。28、29、30。咁我哋而家準備再做多一次咯。準備，我哋一齊收緊我哋嘅拳頭，捏實我哋嘅減壓球，想像要碾碎佢咁。我哋要堅持10秒，1、2、3、4、5、
5、6、7、8、9、10，之後慢慢咁放鬆，感受一下放鬆嘅肌肉係點嘅呢？會唔會有啲麻痹，有啲痛，熱熱地，好似有啲電流咁樣？我哋放鬆30秒，1、2、3、4、5、6、7、8、9、10，感受一下收緊同放鬆嘅肌肉有咩分別呢？平時我哋好少留意放鬆嘅肌肉應該係點嘅，我哋試下留意下佢，如果有少少痛痛地都係正常嘅，可能因為我哋平時都冇乜點俾佢放鬆到。21、22、23、24、25、26、27、28、29、30。而家我哋會準備再做多一次，準備我哋一齊收緊拳頭，捏實我哋嘅減壓球，堅持10秒鐘。1、2、3、4、5、6、7、8、9、10，之後慢慢咁放鬆，俾自己雙手休息一下，保持放鬆嘅雙手。1、2、3、4、5、6、7、8、9、10，亦都可以留意下自己嘅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俾自己一個放鬆嘅時間。21、22、23、24、25、26、27、28、29、30。咁我哋會做最後一次，好，準備收緊拳頭，雙手握實我哋嘅減壓球，又係想像要碾碎佢咁樣，有咁大力，得咁大力，堅持10秒鐘。1、2、3，感受一下收緊嘅肌肉係點嘅呢？好大力，好大力。8、9、10，之後慢慢咁放鬆。再一次提大家，放鬆嘅手指係曲曲地嘅，我哋隻手輕輕咁樣托住個減壓球。而家最後再感受一下放鬆嘅肌肉係點嘅呢？有啲乜嘢感覺呢？我哋繼續保持平穩嘅呼吸，俾自己最後咁樣感受一下放鬆咗嘅肌肉，將個專注力擺喺手臂上面。而家我哋再數多20下，咁我哋就完成咗我哋嘅練習啦。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最後，感謝自己今日花咗呢個時間去俾自己感受一下收緊同埋放鬆嘅肌肉係點嘅，亦都感謝而家好攰嘅手臂，平時為我哋做咗咁多嘢。大家可以每日都做收緊放鬆練習，每日做3至5次。透過反覆嘅練習，大家會更加留意到自己緊張嘅時候肌肉會點，從而多啲留意自己壓力出現嘅時候可以點樣做。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運用我哋嘅減壓球，做個減壓之星啦〜